好来，继续来看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调集人张尚顺，到这个广播电台接受访问。伊讲，虽然即摆疫情有较回，但是也是唔敢来放松。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当唔免挂喙暗呢？也是无人敢来下令。啊，若台湾人为国外回国，必须爱居家检疫14天的这项政策，有咧考虑要来放宽。那防疫五月天你喜欢吗？我想，我们的这些网民或者观众朋友，大家喜欢怎么样都 OK 吧。不管是叫防疫五月天，还是纯纯大家欢喜，安怎叫拢不要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调集人张尚顺来上周预考张玉库的广播节目，当然卖被问到讲，已经要1个月无本土的确诊病例啊，什么时阵会使免挂喙暗？下定说或下定决定说，好，我们就口罩都缩下来。那万一出现有状况的时候，那个人的责任非常非常大。伊讲这个问题真正互决策者真为难。台湾最近是无确诊的本土病例，当然嘛袂使大意。伊虽然讲会慢慢放宽限制，嘛讲着讲边境防疫政策需要搁做调整。旅游你就要关他14天，大概也很难的哈。那来商务办事，你也要先关14天才能出来做事，这都很不容易嘛哈。所以这个后续是要再探讨。毕竟即摆疫情已经有较回啊，个人当然嘛真期待讲恢复正常的生活。什么时阵会使出国？张尚顺讲，伫有限度的情形下，会慢慢啊放松。因为全世界疫情即摆依然真严重，台湾人要法度过正常的生活，真正感谢指挥中心的专家，这100几天来无休困开记者会直播，替咱顾这个疫情。